歡迎收睇28速貨車佬頻道。因為二手貨車睇真啲呢，就帶大家睇一部2012年嘅 Isuzu NPR 5.5噸密斗貨車。咁呢部車就有死期嘅，大概仲有2年多啲可以揸。咁至於車嘅狀況係點呢？咁事不宜遲，即刻睇車啦。咁首先睇下外觀啦。咁車身整體都算企理，車頭、車側、車尾外觀我都影俾大家睇睇啦。呢個車身咧，連車斗高咧就3.05米。雖然車齡就13年啦，咁但係望落都算新淨，買翻去唔使煩，即刻可以落場開工。咁跟住就睇下個駕駛室啦，車內都算企理整潔，室內燈、太陽擋、中控等等咧個狀況都唔錯嘅，門柄啊、自動窗啊都試晒噶啦，咁開關都算順暢。咁另外泊車都唔使擔心，因為架車咧就配備咗電子倒後鏡，咁佢就運作正常嘅，咁泊車都會比較輕鬆。咁去到車斗啦。咁呢個係一個纖維斗嚟嘅，纖維部分都算係完整啦，揾唔到啲撞粒或者穿窿嘅地方。車斗入邊就好乾淨嘅，左邊呢就有隻側門，咁密斗空間都夠晒實用噶啦。咁個斗長呢14.3尺，擺貨就好靈活噶啦。咁尾板方面呢，咁佢就配咗一塊 Cipro 尾板啦，可以升降1.5噸嘅貨物。咁我哋檢查個控制箱同埋個遙控啦，咁升降都完全正常嘅。咁上落貨都可以輕鬆搞掂晒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咁呢部2012年 Isuzu 密斗尾板貨車呢，5200cc， 咁內籠企理，21萬公里左右啦，有死期嘅。咁車行貨盤價就17.8萬，咁排費去到2025年12月2號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歡迎喺留言區點擊車盤連接呢，就直接聯繫車行睇車啦。好，咁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。follow 我哋嘅頻道，得閒就帶大家睇啲車盤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